原来你崇拜的是陈总。你之前来我们学校开讲座的时候，我有去参加。陈一鸣。演戏了。王大力，陈总，不许动！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呀？我好想你啊！哎呀，公众场合，给我松开！站好。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呀？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事让你不高兴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改啊。但是你不要不理我。你今天做的这事儿，我就非常不喜欢，以后不许来公司找我，知道吗？可是我真的好想你啊！不要不理我。那要不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？再说吧，你先回去。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？行，你不走，我走。林，太慢了，太狠了。陆离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你刚才是什么样的心情，能够做出如此的举动呢？就是啊，太粘人了，没办法。哎呦，这没办法，我们学习学习，人不可貌相啊！你这是站在程序员鄙视链的顶端了。对呀，什么鄙视链？就是有老婆的嫌弃没老婆的，没老婆的有女朋友的嫌弃所有单身狗。对，那单身狗之中还有语言编辑器、操作系统的互相鄙视。你女朋友有没有姐妹啊、堂妹啊、表妹啊之类的可以介绍？哦，他可能。陆离，坐。昨天我出差不在，没有参与大家给你办的欢迎仪式。今天中午一块吃个饭吧。陈总，不用了。啰嗦，我饿了。刚刚那个是你女朋友啊？她是不是眼光有问题啊？没有啊，她视力可好了，2只眼睛都是5.0。哎，陆离，我记得你的简历上面写的是星海大学计算机系毕业。那你是我和奕成的直系学弟啊？你们2个在学校里都可出名了。出名是有多出名啊？就是很多人都把你，把你们当成偶像。那你呢？我崇拜的是阿达洛夫莱斯。计算机程序的创始人。没有活人吗？有啊，我的偶像就是你啊。怪不得你这么迫切想进我们公司。原来你崇拜的是陈总。你之前来我们学校开讲座的时候，我有去参加。陈一鸣，我的荣幸。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。洁癖啊！